后来有袂少人的手机啊，应该拢收过朋友用奶传来的免费的大图，讲只要传互3个人，或者是写就家己奶的小号，就要送你免费的大图。但是要注意哦，这个警方讲，若毋是奶的官方的小号发出来的，安尼大部分拢是诈骗集团要骗个人的资料。台中一个小家人啊，就是安尼，想慢慢去互骗18万。他们的主管有发一个皮箱的钱。走去银行讲要汇6000块美金，上到是18万块新台票。这个小姐未讲完伊甲网友的故事，原件就知影。然后他东西卡在海关那边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好像怎么都知道呢哦。这小姐讲，一个中国籍查甫人伫阿富汗做医生，两个透过赖熟识半年啊，想要到互人骗去。是主动加你赖的，就是，然后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做什么的，这样。这个医生。这个是他传给我。这个被害人真好奇，讲伊的小号奶互人知影，原件检查伊的手机，发现讲伊可能是互假免费大图活动骗去。免费贴图的那个部分，来可以盗取你手机的一些东西跟那个一些里面的资讯。因为有时那官方真正有免费的大图，哪能免怎分？警方是安尼讲的：3个好友、3个群组或10个好友以上，类似这种单一的那个免费贴图的话，是一定要注意，因为这个几乎都是属于诈骗的手法。另外，警方建议讲，会使到咱的稳数设定内，将主动信息的功能拍开，也是关去，将这个 ID 搜寻的功能甲关掉，避免和诈骗集团找上门。